未來2個禮拜，香港銀行拆息隨時會出現恐慌性嘅急升。香港金管局最新係6月19號發文，回應翻美聯儲嘅息口安排。而家同期3個月嘅港銀拆息低至咗 1.5%， 隔夜拆息更加係近乎零息。相比翻美息低 2.5%， 早前港匯喺 7.75 嘅水平，市場解讀為資金流入。而家港匯喺 7.85 嘅水平，有冇見到報道指資金流走？只係報喜不報憂。但實際上最大嘅資金流走正正係港匯 7.75 嘅水平。而家港匯已經去到 7.85， 仍然未見到資金有回流。其中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香港借貸需求疲弱，或者換個角度係銀行根本就唔想批借貸，息率低，銀行即使借出亦都無利可圖，風險過大於回報機會。本地經濟前景亦都不明朗，套息交易資金更加係傾向沽港元買美元，再加上港股嘅資產力轉弱，居然更多資金從港股套現，並且轉為套息交易行動，港銀嘅拆息將短時間內急升。對於使用浮動息率借貸，供款壓力必然急增，更要小心金融槓桿風險帶嚟投資市場嘅沽壓，仍然未喺港股反映嘅。